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9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7篇，尼希米记第9章9节到15节，罗马书第14章13节到第15章的第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使人跌倒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虽然基督徒的呼召有2件事，我们知道一个是荣神，一个是益人。既然我们都受到呼召要使人得益处，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使人受伤害。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，引起人犯罪的事一定有，不过造成此事的人惨了，宁可用大石头给他吊在他的脖子上面，把他丢在海里，也不要让一个最微小的跌倒犯罪。这是路加福音第17章第1节到第2节。基督徒在信仰的积极面是要努力使人得到帮助，得到祝福，得到益处。那消极面来说，就是像今天的经文保罗他所说的话，不要使人跌倒。因为保罗谈到食物的洁净与否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用现代台湾人的角度来说，就是说曾经祭拜过的食物到底是洁净与否。那么当然从圣经的观点来说，以色列人是把这些列为不洁净的食物。在初代教会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所以保罗才在这边有教导，那也是因为他开始向外邦之地来传福音。我们也知道罗马教会当中有许多非犹太人的基督徒，因此祭拜过的食物在这些基督徒的族群里面就会讨论是否可以吃，这也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讨论的重点。圣与俗是基督徒所应当时常思想的。我们不是要因为俗所谓的非基督徒的生活，那么就拒绝跟这些人他们来接触，而是应当自己去避免这样的生活，因为我们需要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圣洁。因为呢，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圣洁的。那么基督徒或是初代信徒，我们说刚信主的人，要如何面对祭拜过的食物呢？在面对未信的家里的人所提供的食物，我们是应该拒绝吗？保罗曾经这样说，信心软弱的人，你们要接纳他，即使他有不同的见解，也不要跟他争辩。有信心的人什么东西都可吃，信心软弱的人只吃蔬菜。这是在罗马书第14章第1节到第2节的经文。基督徒强调我们的生命是要分别为圣，凡事凡物我们若都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话，那这个就是成圣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言行，我们的穿着，我们的饮食。最近我们一直谈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。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听了摩西的话语，他们跟随了上帝，虽然以色列人并不认识上帝，
但是却愿意将生命归给上帝为圣，因此他们就得到上帝的保守与赐福。然而埃及人却选择了过着自己跟随偶像、依靠偶像的生命，因此他们就必须自己去依靠偶像的保守，而离开了上帝的保守。尼希米记第9章第9节到15节提到了这一段的记载。他说：“你看见我们祖先在埃及受苦，你听见他们在红海呼喊，你行神迹奇事，敌对埃及王，敌对他的官员和他国中的人民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压迫你的子民，你由此得了至今仍在的名声。你为你的子民把海分开，领他们在干地上走过去。他把追赶他们的人抛进深水里，好像把石头沉入怒海当中。白天你用云柱领他们，黑夜你用火柱照亮他们的路。你从天上下降西乃山，对你的子民说话，你给他们正直的典章法律，可靠的教训和诫命。你要他们守你安息日为圣日。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颁布法律诫命，他们饥饿，你从天上降下食物，他们口渴，你从磐石涌出水泉。你许若赐给他们的土地，你吩咐他们进去占领。教会基督徒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？牧师在面对非基督徒的岳父跟岳母的家人的时候，也曾经有面对这样的难题。要不要吃他们祭拜过的东西？那牧师的做法是在吃饭之前，先告诉岳父岳母，基督徒是需要先谢饭，所以牧师会带领着全家先谢饭，为桌上的饮食献上感谢和祝福，然后才开始享用。结果后来呢，岳父会主动的提醒家里的孩子们说，还没祷告不能吃饭哦。这正是今天的经文保罗告诉罗马教会基督徒的话。但在这里边他特别提醒，在公众的面前吃这种祭拜过的东西的时候，万一有人因为我们吃这样的饮食就会跌倒的话，保罗认为宁可不吃。所以重点其实不是在能不能吃祭拜过的东西，而是我们吃了是不是有益处，还是会因此使人跌倒。若是会使人跌倒的话，我们宁可不做。保罗说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再彼此评论，应该立下决心，不做任何使人在信仰上跌倒犯罪的事。我凭着跟主耶稣的密切关系，确实知道食物本身都是洁净的。如果有人以为他不洁净，那么对这个人来说，他就是不洁净的了。如果你因为食物伤了你的弟兄或姐妹的话，那你所做的就不是出于爱心。不可以因你的食物毁了一个基督徒已经为他死的人，基督是为了他们死。不可以使你认为好的事得了坏名，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在于饮食，
而在于圣灵所赐下的公平、和平、喜乐。这样的侍奉基督的人必定得到上帝的喜欢和人的赞许。所以我们要去追求那促进和睦、彼此建立群体生活的事，不要因为食物而迫害上帝的工作。一切食物都可吃，但如果你所吃的是别人在信仰上跌倒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最好不吃肉，不喝酒，不做任何使你弟兄姐妹跌倒的事。你对这问题的看法怎样？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。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所认为对的事上不自责，是多么有福啊！可是如果他对所吃的食物心怀疑惑，那么他吃的时候，上帝要定他的罪，因为他不凭着信心吃，任何不凭着信心而做的事都是罪。也因为这样子，保罗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圣经说，有人说我们自由做任何事，这话不错，然而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益处。我们有自由做任何事，然而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帮助人。每一个人都不应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而应该关心别人的利益。肉市场上所卖的，你们都可以吃，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，因为圣经上说，大地和其中的万物都属于主。如果有不信的人请你们吃饭，你们也愿意去，那么只管吃桌上所摆的饮食，不必为着良心缘故犹豫。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们说那些食物是祭拜过偶像的，你们就为了那一些告诉你们的人，也为了那些良心的缘故，不要吃这食物。我不是指你们自己的良心，而是指那个人的良心。也许有人要问，那么为什么我的自由要受别人的良心所拘束呢？如果我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的食物，别人会怎样批评我那吃了注泻的食物呢？那么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吃或是喝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到31节。诗篇77篇，我向上帝哀求呼求，我高声呼叫，他垂听了我。患难的时候，我祈求主，我整夜举手祷告，但得不到安慰。我思念上帝时，不禁叹息，我沉思默想，总觉得沮丧。他不让我安眠，我愁烦不安，不能说话。我想起过去的日子，追忆以往的岁月，我怎样沉思，我默想，我自问，难道主永远丢弃我们吗？难道他不再喜欢我们吗？他的慈爱永远消失了吗？他的应许代代失效了吗？难道上帝忘记了开恩？难道愤怒已取代了他的怜悯？于是我说，最使我伤心的是，至高上帝的能力已经改变了。上主啊，我要记住你伟大的作为，要回忆你往日所成就的奇事。我要沉思你一切的工作，我要默想你大能的作为。上帝啊，你所做的事都是圣洁，没有其他的神可以跟你相比拟。你是行神迹的上帝，你向列国彰显你的大能，你用你的大能救赎你的子民，拯救雅各和约瑟的后裔，
上帝啊，河流看见了你都畏惧，深渊看见了你也都站立。密云降下大雨，天空发出雷轰，闪电满天奔驰，你的雷声隆隆，闪电照亮世界，大地惊惶颤抖。你跋涉海洋，跨越深渊，但是你的足迹无处可寻。你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，像牧者一样带领你的子民。求主帮助我们明白，能够分辨什么样的事情可以造就人，让我们避免使人因我们的行为言行而跌倒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